来看这个月初，台中市发生驾驶无驾照佮啉酒赛车去弄红灯，弄死一个大学生。台中的警方嘛连续3天来进行酒驾的大执法，也毋过今仔透早又有人啉酒赛车去弄到护栏，拿落去大牌，一个驾驶受伤嘛掉伫车内。位于台中市西区金城路上发生一起自小客车冲破栏杆摔落马眼头溪的交通事故。经查，张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由大墩五街沿金城路往五权西路方向行驶，行经右弯道时未能顺利转弯，撞上人行道及路树后冲破栏杆，摔落马眼头溪。今仔透早4点外，一个姓张的查甫人驶一台红色轿车伫五泉西路要驶弯的时，因为速度上紧失控去弄到护栏，人甲车嘛摔落去3公尺深的马园头溪。消防人员甲人救出来，人是无性命的危险送病院去治疗。这个查甫人有啉酒，警方嘛以公共危险罪甲伊送办。